各位朋友仔，而家中山108天悦全新加推啊，係買一層送一層啊！咁我而家在售嘅面積咧係47方到呢個73方嘅，咁樓下咧就係呢個地鐵站啦，以及同大家講啊，呢度一共有4個商圈咁樣圍繞住，分別呢個星河嘅 Coco City 啦、山姆會員店啦等等嘅，加上呢度10分鐘時間咧就去到2個高鐵站噶啦，所以佢衣食住行呢啲嘢真係方便到不得了啊！咁我哋廢話就唔多講，一齊入去睇下先。OK， 咁上到嚟啦，嗱呢度單位咧係62方嘅，並且呢個層高足去到4米半嘅，所以咧係真正實現得到買一層送一層嘅，佢實用率係超100%嘅。呢度仲做埋呢個中空客廳，以及仲有一整面嘅落地玻璃窗，所以個採光嘅通風效果係非常之正嘅。咁嗱，同大家講下啦，呢個公寓咧仲帶埋一個露台，咁俾你去使用先嘅。咁嗱，同大家講下啦，呢度望翻出去嘅園林咧係望翻呢個新加坡式嘅園林啦，並且仲可以望翻呢個游泳池先嘅，仲帶埋游泳池俾到你去使用嘅喎。咁我一樓嘅部咧就係客廳啦、餐廳啦、食飯嘅地方啦、洗手間啦，並且仲會有一間書房咁樣嘅設計嘅。咁我而家咧就上去2樓帶大家去睇睇啦。嗱，同大家講下呢個項目咧仲自帶呢個香港直通巴先嘅，所以你翻去荃灣、太子、旺角啲地方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2樓嘅報告咧一共有2間房，咁其中一間房咧就係呢個套房嚟嘅，所以呢啲單位你買翻嚟自己住，甚至乎退休度假養老住都係完全冇問題，甚至攞嚟投資嚟收入足都係 OK 嘅。嗱，各位朋友仔，如果你呢邊感興趣嘅，記得私信我啦。